感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可以嚴重到差啲連命仔都冇埋。開頭只不過係唞氣辛苦啲，點知變咗肺炎要入院。阿爸第二日佢已經嚴重到要用呼吸機幫助呼吸啦，搞到要用呼吸機，咁冇辛苦咯。每吸一啖氣，胸口都好痛，以為自己差啲死，仲要搞到個女請假照顧我2星期。嗰陣佢不停咳、氣喘、唞唔到氣，我真係好擔心啊！萬一佢有啲咩事，咁點算啊？之後連日常生活都要人幫，體能差咗好多，行路呼吸都比以前困難，康復好慢啊！我之前都有聽過下呢個病，但我唔知係啲咩，同埋會咁嚴重噶。阿爸氣管不嬲都唔好，早知平時陪佢復診就問下醫生點樣預防。重心全僥倖。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，50歲以上長期病患係高危，即刻問下醫生，保護你同你家人嘅預防方法。